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印尼反政府的示威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也毋过即阵印尼的总统是无咧插因国内的乱，照常去中国要参加中国伫今仔日的93阅兵。早起9点，也就是即阵，北京天安门中国当咧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发表讲话。也若昨暗伫广州是传出无差别攻击，有一只车毋知影什么原因去弄向人阵，真侪人倒伫涂骹，伤势不明。印尼示威活动滚假，警方甚至伫校园附近发射催泪弹。不过，原本因为国内情势，取消参加中国93大阅兵的总统普拉博沃会如期参加活动。印尼国务秘书长证实，普拉博沃站已经启程，按算1日了后回国。包含受高度关注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国巴总统李亚士、越南国家主席刘强等政治高元首，甲南韩国会议长有元氏等人，拢已经陆续到中国。20多位世界头头人拢伫中国北京参加中共阅兵。北京天安门广场会举行纪念大会，画册头顶悬因看到数百台战车、无人机列队。大受军事紧迫，伫阅兵登场进前，北京铁路戒备森严，调派武装警察甲警车进驻，和平日常也受到影响。也没有什么事儿，就必须得现在出去，我们都放假了嘛，就一切配合。规北京拢伫紧张的气氛，不过同一日暗时，网络上传出广州发生无差别弄人事件，一台车为河东大桥一直偏车冲浪真群，一直到差不多4公里外的庄头公园才停落来，当场有囡仔被弄倒。真侪人倒伫涂骹，伤势无清楚。93大阅兵进前，汹汹的随机伤人案件也引起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今仔日伫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举办阅兵，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坐专用列车到北京，也来洛西亚总统普廷嘛到位。风声讲因两个是坐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边仔，外界是解读讲因三个做伙是要展现团结来对抗美国。金正恩坐一坐绿色风单专用列车太阳号对平壤出发，初日透早专用列车对辽宁省的丹东入境中国，下晡到北京。北韩国营媒体刊出相片，显示金正恩伫车顶的办公室开会，车厢内有茶帮的壁甲金色的徽章。这段路程超过600公里，列车有10节到15节的车厢，除了办公室，还有通讯设备、餐厅，也载医安甲医护人员，阁会当载2架重甲变速。金正恩这次是为着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3伫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规模阅兵。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洛西亚总统普廷也会出席。时到是习近平、普廷甲金正恩3个人头一届做伙出现。洛西亚官媒阁预告金正恩、普廷会分别坐伫习近平正平倒平重要的位。另外，伊朗的总统也会出席。发生分析师叫做是动荡得心的中国、洛西亚、北韩、伊朗4个元首拢到，展现对抗西方的团结心。中方愿同我方要努力，支持彼此国家发展振兴，坚定维护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习近平初日伫北京继续甲普廷会谈，强调中国甲洛西亚关系经过国际风云变迁的考验，会久长的亲像好主边协好，合作共赢。普廷也讲，两国关系是伫历史上毋捌有的高水准。前一天的上海合作峰会，德连原底甲中国关系无好的印度总理莫迪也出席，佮宣布恢复印度甲中国的双边直航。伫美国高关税冲击的这时阵，中国甲洛西亚佮印度的领袖共台，放出意义重大的政治信号。专家分析。习近平透过上海合作峰会、甲大型的阅兵，吸引20外国的领袖共台，互相对提两岸实力，想要互北京发起来亲像对抗美国高一名主导国际秩序的稳定力量。公司新闻是会长彭友。中国伫今仔日举办阅兵，虽讲咱的陆委会是已经呼吁台湾人着唔通去，也毋过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即摆人已经伫北京，伊是强调伊家己有责任来延续这段抗战精神。也那国民党是强调讲，洪秀条即摆身份无法度代表国民党。陆委会有提出警告，讲若是牵涉和中国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拢会依照法律处理。
中国9月初3就要伫天安门的庆祝二战80周年阅兵，陆委会已经提醒真侪摆，讲这是对方想要黑白改历史、强化一中原则，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但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初日证实，伊政治暗都已经到北京，强调家己捌做党主席，有责任爱延续这段抗战精神，表示历史袂当袂记住。讲伊当初若毋是国共合作，那会当保全中华民国。比较遗憾，他还是选择前。那么因为洪秀柱曾经是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哦，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跟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去做研议哦，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跟中共的这个党政军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行为？那这个必须要等到整个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做严处。对洪秀柱敢有违法，陆委会表示讲也无法度完全来论定。虽然那也是紧急切割，强调讲前党务人士的立场并不是即马党的立场，但是确定名单内面除了洪秀柱，中常委胡英路人嘛已经伫北京，新党是正副主席吴成典、李成峰和前立委周关忠嘛已经受到邀请到北京。另外，台大教授袁基正嘛高调出现。参加这个也是两岸和平交流的一种方式啊。我起码支持是和平，不要战争。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在我内心里面只有2个想法：台湾同胞不能置外于中华民族嘛。第二个理由是两岸啊，目前这个情况，两岸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个人参加中国的93阅兵，外交部表示讲，唔那是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嘛，袂当代表台湾全体人民的立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伫国际社会代表台湾。去参加的各国元首哈，国际名声都不是很好，展现中国以军事武力主宰这个地方、破坏和平的这样的感觉哈。去参加像这样的一个阅兵哦，如果是政治人物，他们形象并不会有一个正分啊。外交部批评讲，中国是黑白改二战的事实，嘛强调所有支持和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个人，都应该避免对国际社会放出错误的信号。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咱总统赖清德昨昏时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面对两岸即马紧张的情势，总统是强调讲，团结是对抗侵略的本钱。93军人节要到，总统赖清德初二亲身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颁国军楷模顶186个奖，包含真济伫台海前线作战的部队，鼓励官兵的士气。针对中国去年派出超过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结合中国军舰侵扰台湾，这个得奖人员就有空军的 F-16V 飞行员、甲海军、甲飞军舰的官兵，分享因保卫领空、守护海上领土的经历。我们尽量就是以上级长官的指导，他们会做广播式的驱离，那我们飞行员不会做任何的回应。军舰跟共舰的应处嘛，对。我们平常就是在船上训练游宿，所以就是按照舰上长官的指导来应对。另外，陆军接种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去美国受训的政治教官得奖 M1A2T 特别成军，代表陆军装备转型。针对中国和台海情势更加紧张，赖总统勉励时讲到对二战胜利到9日海战，一个823炮战上宝贵的教训，就是团结一定赢，侵略一定失败。9·2海战以及823炮战的胜利，更证明了真正的和平是来自于团结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坚强的实力。也那中国要举办93阅兵，外界解读有军事扩大，像抗战胜利危机权。将陆军司令李湘洲强调，抗战胜利是引导中国上好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强调公理正义的正当性，国家的主权永远不在我们的手上。针对中国最近几年对台湾军演，李湘洲分析，中国和机场无法度运作，电子侵入超商的任务，引发的冷杀效应对个人的影响，是比当兵军演的硬杀效果更较好。国防部初二是发布，侦测到1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也将中国初5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 ADIZ， 国军严密应对处理。公司新闻参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头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今仔日恒春有可能会落阵雨。咱当再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也若伫大台北地区、屏东外山区的所在，有可能会热到35度。而且因为对流真旺，过昼了后，伫西半部各地头山区拢会落西北雨，甚至有可能会落冰甲。
所以乡亲就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昨暗伫日本南边的海面上，即马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哈。气象署即马有讲，24点钟内有可能会结做今年第18号风台。不过呢，这粒风台若是形成，会行向日本，袂直接影响咱台湾。台湾附近的海底电缆线拜一个时佫断去，影响台湾往新加坡国际传输的流量。因那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是表示讲，流量和回应的时间也会使。中华电信是表示，这条毋是因投资的。司法部强调，目前咱国内海缆是拢正常运作。因那14条国际海缆，即马有3条等待修复，等要修理。目前先用替代备案提供服务。国际通讯大部分是透过光纤海底电缆传送。台湾即马有24条的海底电缆，10条国内的电缆，14条国际电缆，其中8条伫今年断线。根据台湾海缆监测平台显示，下晡4点7分 ，EAC2 东南亚方向断线，影响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台湾到新加坡目前都还算是正常范围，它可能有其他的备援的容量，就是其他备援的海缆的容量。那第二个，台湾到新加坡这边并不是台湾到国际网络的主要的出口。EAC2 断线无明显的通讯影响。根据国外网站 Submarine Cable Map 公开资讯 ，EAC-C2C 伫2002年开始服务，业者是 Telstra。中华电信表示，目前断线的6条国际电缆，毋是中华电信所投资的。中华电信投资的国际电缆服务正常，台湾这边的国内电缆也无任何断线的情形。做海洋地质测量甲海缆路由调查服务的公司指出，通常海底电缆断气有70%以上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其他是材质、古气、后气，还有地质的灾害。人为活动包含渔业活动跟那个锚击，靠近横津马的话，大部分都是渔业活动啦。陆资的那些船的活动装进去的话，其实也都是有可能的受损的。台湾4B有9条海底电缆，同时间断气，虽然部分无影响台湾，不过而且发生电缆疑似是互中国的渔船拖断去，加上海底电缆要修理要几礼拜到几6个月，互外界烦恼，若佮断落去，台湾会变做孤岛的内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董事长吴胜雄指出，中华通讯加旧电缆，还佫有起电缆站，增加较侪卫星服务，朝向多用性的发展来转移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黄国昌伊是伫面册表示，中科院办理园区智慧监控系统的标案内底，即马发现讲内部人员因是摕这机密标案的文件去影印，希望要来找厂商要卖钱。中科院是回应讲，进前呢发现讲这资料互偷影印了后，伫8月14，因是已经主动邀请检察官侦办。伫面册相片展出中科院滨园园区智慧监控机关系统的会议资料，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也讲有中科院内部人员摕相关的标案机密资料卖互厂商，甲因讨钱，这个毋是高级的个案，可能危害着国安。对此，中科院赶紧回应，院内安全系统之前就已经发现资料和因无正常，也伫8月14以上县指部报请检察官主动侦办。相关外流资讯属招标文件营业秘密，公开招标期间，得由具投标意愿厂商申请阅览，依照内部员工提供特定对象牟利，中科院将依法严办。中科院强调，专案是内部安全机制主动发觉，已经进入司法侦办，表示会涉案人上严重的处罚来提高架构。专家提起，因为牵涉到高滨园区的监控系统，如果伫台湾先进的国防武器测试地点，这是真机密敏感。营区的监控系统，它本身就是对于身份认证，就是你出入还有包括虚拟空间的一个监控防渗透、防侵入。以后比较理想上是包括你应用的这个 AI 包括你的行政后勤你的 agentic AI 代理型的 AI 都可以去帮上忙。根据了解，中科院已经撤销这个标案。原来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表示，黄国昌的亚康并不是机密，是半公开的资料。这个文件呢，本身在公开招标前是属于中科院内部的商业文件、商业机密。公开招标以后呢，当然它就不是机密了哈。纵使文件内容最后公告上网，也应该依法诉追，也要把这样不孝的人，他是不是还有牵扯其他类似的行为，都应该一并追查到底。
专家也表示，由这个案会当看出，中科院内部已经进行风险控管，那其他营区的票案敢有涉嫌着违法，有人等台检现单位厘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介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德联邦有一个成员涉嫌替中国厦门的诈骗集团，伫咱国内设非法的转接机房，甲国外电话转做咱国内手机的信号来骗咱台湾人，有24个人被骗去，损失的金额有965万。刑事局即马弄入去4个所在机房，嘛掠着4个人。来看联合报，台积电伫早暗时证实讲，已经接到美国的通知。美国政府即马打算伫12月31日年底的时，要撤销台积电伫中国南京厂买美国半导体设备的特权。未来各案拢爱向美国来申请出口许可。外界即马就关心讲，安尼是毋是代表美国未来伫半导体关税会下重手？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抢救出生率，劳动部伫明年打算要来编超过30亿，要来发放生育给付。总共若是一年大约有10万人来申请，安尼来算看卖，平均呢一体会当加领3万块。来关心今年1月份的时，台东某一间国校学前的特教班有表出苦毒囡仔案件，家长含入为开记者会，指控幼稚园的老师会甲囡仔塞伫涂骹拖去弄壁。台东的检方表示，这个案件侦结了后，发现受害的囡仔计共有6个，会针对涉案的4个幼稚园的老师和助理员提起公诉。相片这个查某囡仔喙唇硬化真严重，家长看到真唔甘。今年4月，家长伫立委的陪伴召开记者会，控诉台东某一个国小学前特教班的老师，好亲像对囡仔不当对待。对这代志，台东地检署进行侦查终结，发现被害学生囡仔有6个，初日针对涉案的4个幼稚园教师甲助理员提起公诉，并求判当刑。高险我们的具球刑大概都在5年到6年10个月之间。那送审大概都在3年到4年之间。这件儿童虐待事件是今年1月发生的，有家长这个囡仔身躯乌青顶不明伤痕。学校第一时间讲是鬼仔落落来无细日去讲着，后来调查监视器才发现，原来是老师甲拍的。家长是不满台东县教育处经过1个月调查了后，才对涉案的老师罚款改聘，无确实查清楚代志的头尾。教育处那边的答案就是说他们没有错。他们依法行事，但是对家长来讲，你们教育处不知道吗？你们从头到尾，你们一直在包庇，一直在官官相护，不是吗？这件事情很遗憾，但我们对于孩童的照顾会持续。在新的学年度里面呢，我们会因为这个班级只剩下6个孩子，那除了原本的2个老师之外，我们也加派了3位的钟点的助理员，继续来协助跟照顾这几位孩子。针对检方起诉涉案的老师，家长表示尊重司法，希望莫阁有囡仔受害。监察院进前嘛已经主动立案调查，要求台东县政府甲学校说明调查机制，并检讨即马的监视器调查办法。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阿富汗发生规模6个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超过14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第6月第7日暗。发生规模5.2的地震尾，深度敢若10公里。虽讲即摆国际社会已经赶紧去救，也毋过目前是还阁真侪人封缀伫土石堆下骹，而且灾区即个所在地势悬悬低低，要救是无简单。在受灾上严重马扎里区部分地区，因为地势真险，一台直升机试3摆拢无法度降落。这塔利班消息人士表示，地震造成道路严重受损，且无法度进入灾区，动用直升机飞到史上上严重的库纳尔县救人，则困难重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初日中昼12点29分，阿富汗东部地区发生地震尾，震央伫阿富汗第5大城的扎拉巴市西北边37公里的所在，深度10公里是千层地震。震灾灾民虽然被救出来，却对受困伫的土石堆亲人真烦恼，无办法，干能家己用手捂。
دا خاورې راسپړې د خاورې لاندې اوس هم خلک حساب دي جړکې ورکې څوک د چا کور ته نشي چې مطلب زخمیان راوباسي سړی په خپل ځان دی。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主持记者表示，地震会发生了一段时间，当局无法度有详细的伤亡、损毁的通报，在乎通讯无好，推测受灾情势真严重。对了部分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联合国警告大地震伤亡人数可能增加真紧，已经提供紧急基金协助救援。阿富汗是第一严重可怕，甲联合国讲是前所未有的飓风危机。美国虽然依然是主要援助国之一，不过为自200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美国已经大大减少对阿富汗的直接援助，失败强烈地震和原本的人道危机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接头来美国的劳动节是逐年9月份的头一个拜一。因为今年拢总伫美国有上千场劳工出来的抗议行动，有的是要求爱调关薪水，有的是要求川普落台。主要是因为川普无要保护中产阶级，嘛无要保护劳工。另外呢，最近伫网络顶悬，佫有在流传川普已经死啊这款谣言。川普伫劳动节假期就有出门互翕到伊去拍山球的相片，要来破除外界记录。每年9月的头一个礼拜一是美国劳动节，全美国各城市，包括纽约、洛杉矶甲芝加哥等，拢总有千场抗议活动。示威游行者诉求工人应该比亿万富裕人较重要，并且谴责川普的劳工甲移民紧缩政策，致使工人大量流失。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7月底，拢总有超过120万的外国移民，其中包括非法居留甲合法居民，为劳动市场消失。Right now,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is $7.25. There is nobody in this country that can live off $7.25. If he really wants to support workers, that's the first thing he can do. Lift it up for everyone. All work is important. What scares me the most is that there's not more people out in the streets right now, every day and every weekend. And I want my weekends back. 另外，也有几多摆的倡导工人权利的示威游行者，摕标语去纽约的川普大楼外抗议，并要求川普落台。因讲，因为川普无保护中产阶级，嘛无保护工人。We don't start standing up now. We are not only going to be fighting billionaires, we're going to be fighting trillionaires. In Chicago, we reject a billionaire's tyranny on our city. We reject a billionaire and his cabinet of billionaires who take from Medicaid, who defund public education. 若是已经79岁，川普健康问题一直是各方的焦点，甚至伫网络传讲寿命敢若剩半年，也是已经死啊。伫劳动节假期，川普互人翕到出门去拍高尔夫球，各地各地的社群媒体大文讲，伊毋捌亲像即马遮尔好过。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因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坐专机对波兰飞去保加利亚，要降落的时，飞行机 GPS 的信号哪亲像是受到洛西亚的干扰，害这专机伫空中加设要1点钟，到尾尾也是安全降落。但欧盟嘛宣布讲，因要来部署更较侪加轨道卫星，要来加强侦测这款干扰。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为了要加强团结和强化防御，在欧盟前线7国进行的访问行程，专机31对波兰起飞，准备要降落在保加利亚中部城市普洛夫迪夫。机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信号，疑似是受到洛西亚的干扰，造成飞行机在机场的空中等设要1点钟。技术上尾是照地面航管的指令，才安全降落。亲像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讲，保加利亚的东部和中部和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希腊部分的地区，伊当阵拢是伫个用红色标示出来的高强度干扰信号范围以内。欧盟发言人波迪斯塔侧伊表示讲，这是洛西亚定用的威胁和恐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是反驳讲，这是错误的消息。We are, of course, aware and used to somehow to th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s that are a regular component of Russia's hostile behavior. Of course, this will only reinforce even further our unshakable commitment to ramp up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保加利亚的航空交通局指出讲，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了后，亲像 GPS 信号干扰的意外是常常发生。经过波罗的海、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3国研发的航空公司，加起来已经登报几万件这种事件。后面各国政府是警告讲，罗西亚一直增加的 GPS 干扰行为，恐惊会造成重大空难。因为这等于是让民航机在飞行的途中失去导航的视野。后面负责国防的这批委员库比柳斯初一宣布讲，会伫各地球轨道部署更较侪卫星，来增强侦测 GPS 干扰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冯德莱恩31日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内面指出讲，后面会照顶个月各方伫美国白宫达成的共识，伫俄罗冲突结束了后，派兵进驻乌克兰，规模会当到几万人。美军会提供指挥控制系统，进步侦查才支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政府即马是指控委内瑞拉总统带头咧卖毒，讲美国已经部署军舰，要提出扫毒的行动，要来阻挡毒品流入去美国。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军已经针对委内瑞拉毒品的走私集团发动攻击，有一架运毒的船只即马互美军拍沉去啊，但有11个人是当场死亡。继续关心伫法国南部的港口城市马赛，有一个已经摕到法国身份的突尼西亚查甫人，因为伊去住旅馆，伊无要纳钱，全和旅馆的经理起冲突。尾仔，这个查甫人摕刀去攻击旅馆的经理，佮去攻击边仔的4个人。警方介入了后，即马已经把这个查甫人弹死。继续关心台积电伫中国南京厂的特权，即马去互美国政府撤销。这项消息嘛影响台积电 ADR 大落，开盘佮继续落。经济部回应讲，相关的产能敢若是占台积电的3%，应该是袂影响整体的竞争力。内阁改组了后，新的内阁团队上任过长工，工总是发表自2025年工总白皮书。理事长是呼吁讲，新的经济部长就爱起工资，唔通起电费钱。也人经明显曾表示，一切拢爱尊重审议会的结果。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工资调整应该爱部分产业，若针对有受影响的产业，会当用补贴的方式来照顾。工总理事长潘俊阳调集人标风声带头，工业总会伫新任内阁上任第2天，发表2025年工总白皮书，提出35个议题和138项政策建议，对新任经济部长经明显化为：我们工资给他调是合理的，电价绝对不能调，因为电价一调啊，民生的生活的问题都来了。对9月小年刷到要来的上届工资审议委员会和电价审议委员会，工业界是发出起工资卖起电钱，因为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市场顶现电子业较旺，团产相对较冷。因为最低工资它是一致性的，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个别产业有不同的最低工资，那关键就是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产业它今年遭逢的景气落差非常大。经明显嘛表示讲，电价审议资讯搁在收集，不过对上届公司顶检视的公式，因为照过去的共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逐夜反映，经济成长率是劳资共享。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4.45%，明年工资的调幅有可能到4%。劳团是话话讲，已经实行这么侪年来的审议制，袂当凊彩变动，劳工的权益嘛袂当因为安尼受损。我们不认为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就要去变更所谓最低工资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协商的一个共识，而是应该仿效疫情期间的时候采取政策性的一个补贴。里面啊，它有要参采国家的总体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各业产业的发展状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考量，调的幅度可能就大家要理解。不过，包括区准安和台大各法所的教授辛炳良这学者拢提醒讲，上届工资本来就无固定的公式。除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应该爱参考采用的指标，另外经济成长率等其他的因素，拢是会当参考采用的指标，无必要修改计算方式。是伫审议会劳资双方拢提出论述，调整参采的比重，才当得到合理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文化部2亿8千多万的追加预算，尾也全部拢予立法院裁掉。内底项目包括媒体宣传的费用，和真侪艺文场馆的业务费用。
针对立委是支持文化部补助艺文团体公平性，即马有学者是建议讲，政府着爱有清楚的补助理由、评选的过程，安尼才会当避免争议。文化部是回应表示，会继续参各界加强沟通。方才通过第79案，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顶礼拜，立法院三读中用总预算追加案，其中文化部的28000多万全部去互汰掉，有立委就以分崩互艺文产业来批评文化部。有学会指出，咱文创产业人口才2.54%，就创造4.81%的 GDP 有经济贡献。所以学会认为，立委不应该黑白打标签，嘛呼吁文化部未来要加强说明预算对民众的重要性。馆舍的营运的经费都把它砍掉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策展、接触这些不同的艺术作品或是这些历史故事的机会就减少了。他可能要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配置多少资源，然后他最后的成果是什么，那他评估是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还是审查的标准。我觉得这次被质疑应该最多是审查标准。学会指出，大部分艺文服务的对象拢是大众，那阵因为预算受到影响，嘛是侵害到文化基本法当中人民的文化权利。这届文化部提出的追加预算，就包括媒体宣传费和济艺文场馆的业务费等等。部长表示，预算无争取到，只好期间加力继续经到年底。其中最重要就是。没宣费，他还是不坚持不给我们嘛，那个就已经3-4千万。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馆所，因为文化部有非常多的馆所，美术馆啊、人权馆，还有博物馆，它的业务费不太够，那些费用就也是在这个里面。学者建议文化部要提供清楚的补助理由、评选过程和效益评估等等，避免因为争议冲击到预算，甚至影响到文化外交。文化部表示会继续和各界加强沟通，预算的执行嘛提供予外界检视，希望调也会当支持文化预算。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第一个消息来关心，即马咱政府是一直咧想步要来打击诈骗，所以有民众即马是反映讲，因的口罩向互限制，阁有人讲伊半年无用，尾后就无法度去领钱啊。金管会即马是表示讲，虽然安尼真正会造成民众无方便，不过呢也是尊重银行的措施甲银行的做法。这是因为诈骗手法伫透咧换新，亲像警方最近都有抓到两化犯罪集团，去拐民众讲用旧手机的门号就会当摕去退钱，真正骗到真侪人，甲民众骗几200万。大庭警力出动，攻入去早起的机房，红地的各大嫌犯和中国的犯罪集团串通，用这款的步数诈骗。我们今天把这个电话给你，是通知在你之前，那其实能够注销，有款项要退还给你。诈骗又有新步数，警方查出伫台湾的嫌犯安装设备，提供中国人士甲境外的门号转做各大号码，假做3大电信骗受害者旧门号会当办退钱，违法赚数百万的压榨钱。以旧门号退款，取得民众的信任。再假冒金管会人员，以账户有意诈骗民众的积蓄。过来早起乱上街，警员也爱伫前线挡诈骗，就惊民众去银行交易，防诈骗钱拢添落海，银行也小刷出手，管制真久无使用的口罩。我有买股票，然后我需要把那个钱汇到交割户，发现说他转账失败，打电话给客服，他说：“这个你被冻结，然后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动过这账户。”我临柜就是要求恢复以之前的这个账户，他还要去询问说这个钱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我也说那就一般生活开销嘛，我要吃饭要用，他就说这个理由不能够构成说使用账户的一个理由。口罩半年无使用，佮要使用，煞予银行禁止。你说是去到银行要求解除管制，颠倒是受阻挡。佮有偏线是买股票了后，买部口罩的查囝，才发现高挂号红锁掉咧。防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定会对民众造成不便啦。基本上银行采行的措施，我们原则会尊重。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希望银行去风险化。政府下令要拍诈骗，银行对咧配合。对9月开始又搁有新措施，亲像台新银行调降第3类数位口罩，搁一笔领钱甲每一工领钱的上限，还可爱暂停警示号的所有交易功能。各银行提出真侪措施，金管会银行局原则上尊重，不过建议金融机构要继续评估各项业务的风险，随时调整。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未砍要了钱，国公客运8月底已经甲高雄屏东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停起来。9月7日开始，阁要甲台北到新营在内计共有8条路线停驶。这嘛造成有95个司机即嘛无头路、红四头路、红主客。公路局即嘛是正式讲，煞来由统联来接。
也若国公客运另外因有提出6条路线停驶申请，目前这部分公路局正在评估。到台北转运站，国共客运的月台离峰的时间，等待坐车的人无多。国共客运伫初二发出新闻稿，讲这个月7月开始会搁停驶8条长途的国道客运，包含台北往南部、桃园往高雄，还有台中往南部等8条路线，已经由公路局核定。9月7日饭店开始由通联客运来接手。每个月都搭3、4次。会担心说，如果他也申请到你们这一条，会影响你们？应该不会，因为统联的可以做啊。国光很好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它优势安全啊，舒适安全啊，比较守规矩啊。公路局表示，8条路线有6条是依期原底班表，不过台中到台南，还有桃园到高雄，载客量甲公路道的有重复的班次，初期会使必要需求的班次看情形才搁加。公路局也证实，除了8月底到今已经核定停驶的14条路线，国共客运搁申请停驶6条，真侪是中南部的路线。就是这一次14条有相关的，那些驾驶员是158位，158位，那有63位的呢，是留任，那95位的是资遣。针对国共客运伫半年来2届万发薪水，其他贷款阁有新台票20多亿也未行。公路局表示，除了国公的薪水发放，阁有赛车仪器服务的水准，但你所用疫控机制，影响国道客运对疫情了后，因为民众坐车的习惯转变，也阁有驾驶少、司机欠工等等的挑战。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要求公路局对国道客运的路网进行检讨，调整路线、经营形态，全体来规划。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内，阁出现拄出事的婴仔去挖着肠仔病毒造成重症的案例，2例拢伫中部，有1个已经出院，另外1个还搁在家护病房。疾管署即马嘛提醒家长，才拄开学尔，囡仔规定做伙，肠仔病毒有可能阁会出现大流行，所以就提醒大人爱叫囡仔接洗手。开学囡仔欢喜去读册，规定囡仔做伙。疾管署提醒大人爱叫囡仔接洗手，因为肠仔病毒也伫咧流行期。拜二，疾管署公布台湾顶礼拜加2例肠仔病毒重症的案例，这2个拢是拄出事的婴仔，拢伫咧中部，一个才出事5天，一个才10天。头先是发烧，无想要食啉，后来出现败血症的症头，一个一定出院，一个搁伫咧加护病房。传染的一个途径呢，大概主要的还是经由胎盘或是产道或是产后的一个感染。疾管署也提醒开学肠仔病毒可能会出现一波的高峰期，也若今年的肠仔病毒重症的病例拢总累积15例，其中有7例死亡，是这6冬以来上悬的，其中阁以桃园、台东上严重。连过8月份受到风台影响，中南部真侪地区做大水，造成天狗类继续传。顶礼拜有新增加8例本土天狗的病例，其中6例是高雄鼓山的群聚病例。疾管署目前确定源头和越南的境外移入有关系。另外2例是高雄三明区，目前感染源也未找到。其中6例的话是在高雄市的鼓山区的一个群聚案件，那另外有2例的话是居住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由于个案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也没有鼓山区的活动史，那这个感染源呢，我们还在厘清。疾管署也表示，洪灾过后，类鼻疽的案例也在增加。根据顶礼拜统计，有加出来5例，其中2例死亡，分别是70岁男性和90岁女性。疾管署提醒民众有空喙，千万唔通接触垃圾土、垃圾水，若出现发烧的情形，就要赶紧去找医生。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南投集集伫8月份的人口数，干那9593个人，无到1万人。所以镇公所即马推出来只设户口会当摕5000摕钱的活动，讲只要甲户口刷去遐，到明年8月份8月底拢无刷走，会当领5000块的礼金。伊若针对这个政策，当地人看法无同。南投县一指定过去8户人选做全国10大观光小城，不过南投县最近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人口外流，人口数直直落，其中一指定是目前人口唯一无到1万的所在。
集集镇公所为着鼓励民众搬来集集，即马开始到明年5月31期间，只要甲户口迁到集集，而且到明年8月31拢无刷户口，就发予每一个人5000块的礼金。政策是引起民众无共款的意见。毋是咱遮的人啊，拄工课拄伫咱集集镇遮工课，拄有即个活动吸引我。来刷来迁入咱集集镇。我本身是集集在地人啊，所以这5000对我来讲，看会到，看袂到咧。住在南投的民间乡，所以我觉得如果还要再迁进来的话，有点更麻烦。南投县选委会表示，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人口1万以下，向定名市民代表袂当超过7人。另外，因为在违法的关系，人口无到1万，来自中央和县府的补助嘛变少。集集镇公所指出，希望用礼金吸引人来遮设户口，鼓励更侪人搬来遮，感受遮的宁静味。在人口1万以下的时候，那个代表席次不得超过7人。来遮大一站嘛大，比如讲那大量来讲真正适合，我们也欢迎他那个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常住在我们集集。集集镇公所表示，明年9月就会开始新查，上紧明年11月符合规定的民众就会当摕到每人5000块的礼金。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来关心宜丰电力公司，因即马拍算要伫宜兰南洋企业出海口来设14座风机，也毋过这是引起电园的抗议。即马电力公司是强调讲，目前因只是干那规划阶段，是还未定案。伊嘛希望乡亲会当互因机会，好好互因来说明、来讨论。拒绝风机破坏环境。民进党宜兰县党部甲5吉乡的乡亲做伙上报到行政院，表达坚持反对宜丰电力公司按算伫南洋溪出海口附近设14座绿色风机，在地居民烦恼风机若设落去，土地流失行会更较严重。会破坏到个环方面啦，土地这个流失啦，真严重啦。进前，宜兰野鸟协会嘛表示，这是全国海鹰啊遭受上济所在。海鹰啊是二级保育热天的大鸟，保育团体烦恼风机会冲击鸟啊迁徙路线，也破坏海岸景观。带乡亲来抗议的民众党等党部主委也批评赖政府的绿能政策真失败。民进党政府过去的这个绿能相关的一个政策是非常的一个失败哈。行政院可以听到我们地方的声音，不要一意孤行。针对抗议，宜丰电力公司表示，本来初二要伫当地举行说明会，却临时互人通知场地取消招人。宜丰强调，目前是规划阶段，还未定案，希望乡亲会当有机会坐落来好好讨论。地方有反对有支持，我们都尊重的，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可以跟乡亲来对等的讨论，对，而不是就是片面的比较多是这种抗议的活动，我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去说明的机会啊。绿色风机因为带来噪音杂影，鸟仔有生态冲击。即阵开发案已经伫环境部的环评审查中，几落解互人驳回。但是经济部人员署嘛要表示，爱得到地方的支持，因者的支持。目前案件还未进入实质环评的审查阶段。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渔业署有推动远洋渔船减船计划，也人伫高雄登记要报废要拆的渔船啊，即马加共82只。因为这项计划嘛，造成拆船厂的业务量增加，也毋过伫今年5月份的时，佫拄到拆船厂导火烧造成污染，引起附近当地人抗议，所以拆船的作业就有先暂停。所以地数即马呢，前顶渔港内底满世界拢是等要拆、等要报废的渔船啊。前顶渔港内底停满渔船，不过这渔船有真侪只，拢是已经核定报废要拆掉的船啊。渔业署讲，远洋渔船减船计划，包括掠草鸭甲鱿鱼散卖船，拢总核定82只。自去年10月开始拆，到今年4月，拢总才拆11只。5月基顶的拆船厂火烧，佮加上拆船的量向增加，引起附近居民的抗议。各单已经停工3个月过，也个港内出现这款准塔船的停发。前顶渔港总共有36个船室，80只。使用了9个船席来并靠啦。鱿鱼、三巴船啊，大概要到1个月。俩迄啥，我讲成种的。迄较细只，所以1个月当拆头2只。嘿。咱目前就你知影呢啊，咱高雄有几间拆船厂会当拆？2间。
工会讲，因为合法的拆船厂干那2间，即阵佫当着居民反对全面停工，这40-50只的船一直踢伫港内底，毋是办法。万一佫拄着像旧年3道里甲大锁线断去，船啊四界走的状况，真正危险。对此，渔业署表示，除了加强安全管理以外，也当咧协调经济部就其他场地来拆船。正与经济部能源署跟新台海基公司协调中，希望经济部跟新台海基公司能够同意短期租借该公司的部分产地作为渔船集体的用地。掠船的船保贵一栋补助6万块，掠周鱼的一只船补助2100万，不过拢爱单船艇够才领会到。工会表示，因为熊熊逼大量，现在除了欠艇船厂以外，后手听落来材料处理问题，环保单位也爱对上脚步，安尼才会当提升效率。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永昌报道。镜头来嘉义的六卡乡有民众进前伫水沟仔去捡到一只龟，结果这只龟壳去互塑胶粘掉咧，全规个龟壳拢变形。有学者就表示，这正正就是塑胶粪扫对动物的危害。它被这个塑胶套、保特瓶，可能缠好几年。是保特瓶吗？对啊，我把它剪开，用胶带把乌龟身躯顶面的塑胶套掏开。这只乌龟因为当时甲互塑胶套啊箍掉咧，所以龟壳已经变成一具一个葫芦。嘉义大学的教授讲，这种乌龟是台湾原生种的绿地乌龟之一，龟壳会安尼变形，表示塑胶套啊伫乌龟的身躯已经真长的时间。我们台湾有5种的延伸龟类，那这个斑龟是我们台湾的5种延伸龟类之一啦。那种体型看起来至少10岁以上应该是会有的，大概3到5岁的时候，这个时期啊比较可能在穿着的时候穿进去的。这只乌龟是民众挖厝附近的水沟仔捡到的。民众表示，就这个机会，除了救动物以外，嘛顺续甲囡仔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我们人类乱丢垃圾，然后导致它有可能小时候贪吃，钻到这个里面去之后，然后就爬不出来，然后一直伴着它长大，从小只乌龟长到大龟。应该到5到10年，大概30几公分的那只乌龟，对，可能已经被它束缚10几年的10几年。嘉义大学教授表示，这种乌龟的生活范围甲咱人正远，所以自然环境当中的粪扫对这种乌龟来讲，嘛较会造成影响。要避免这种悲剧一再发生，就是咱家己爱重视自然环境，才会当减少咱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东的往来食客进前因为有病虫害，所以互中国禁止进口。结果台东县政府和台东大学合作了后，即马台东的往来食客佫会当销去中国啊！只是讲伫顶一搭风台来生长真侪果子树，这农民即马就烦恼产量减少。为着要互中国减少往来食客的病虫害，台东县政府和台东大学合作推广的农业合理使用和清洁作业的流程，病虫害能检出总算伫个2023年，佫会当恢复外销去中国，但是要向中国提供检验合格名单审核注册。本地有596个农民和果子园，县府这个月佫宣布讲，佫再通过49个防审查合格的农民，生产面积达到1100公顷，会当做伙行销中国和新加坡。在增加我们的一些外销的一个量能，那让我们后续在未来不管是山姆的北京山姆会员店，或者是新加坡的通路门市的部分，有更多的一些外销的数量。往来食客早期过当年10月会小连续来采收上市，今年新增加会当外销中国的农民，本地毋望讲会当有好的收入，但拥有风台甲上好粉的往来食客花拢拍落来，果树嘛受伤，第一期果产量大减，恐惊是无法度外销，农民敢会当期待2期果。虽然我们在透过修剪啦、培育管理啦，那个一些补救措施，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正常的一个果实生长。县府预估今年的外销量有可能突破6300吨，但是农民认为讲，即马还未看到风灾过后果树复原的状况，唔敢期待，但希望ว่า明年过年中国需求量增加，2期果会当有好的继续来外销中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中秋啊！台北市政府昨昏有帮42个民间团体庇护工厂推出同齐宣传中秋礼盒，希望民众会当来选择身心障碍者做的产品，摕来送礼，减做爱心。
中秋节得要到啊！中秋送礼商机真大，市面顶悬有真侪中秋礼盒。除了大品牌，台北市碧豪工厂嘛，甲42间民间团体合作，推出真侪无同款的中秋礼盒，有鸡卵糕、酱料、咖啡等等，这些产品拢是精心种改，这手工所做的。一起来响应跟支持，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工厂可以稳健的成长，让我们这一些非常努力用心的伙伴们，可以因为大家的支持而成长，秩序茁壮。碧豪工厂的经理表示，做碧豪工厂的初心是希望让身心障碍者有工作机会。碧豪工厂是一个让因发挥能力的所在。伫碧豪工厂内底上班的员工嘛讲，上下班工作的过程，让伊感觉真欢喜。从产品力啊、风味啊、食材都不输市场上。欢迎大家，如果同样要消费，这盒礼盒有新意、有意义，我们可以选更有选择的、更好的、更有社会价值的消费。开心，我有做柠檬蛋糕，要抹奶油，还有要脱模倒果汁。为着鼓励企业甲民众交关碧豪工厂所做的中秋礼盒，市政府嘛有设一个微笑商城的网站。市政府表示，交关碧豪工厂的产品，毋但是认同身心障碍者的打拼，嘛是支持因上好的行动。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镜头来中华市有一间对日本时代开甲搭做大面嘛做塑料的老店。伫当年的旧历7月普渡拜拜的时，因才会做豆皮莲花。要甲豆皮熬做莲花真够工，上无就爱用2天的时间，所以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咧做。伫菜车内底塑料店有卖大面、面笋、侪豆仔做的物件，但是详细看，这豆皮形体真特别，是一蕊莲花，搁有猪骹甲佛手造型的豆皮，是店家伫过年拜观音或者是旧历7月普渡过时阵才有传的物件。哪会知影才有咧卖？因为这个嘛知道，专工来买。因为我都买这边比较多。普渡拜拜，当传素食的，好，我头一届看拢毋捌看过，头一届看过，感觉真特别。店头家表示，做一蕊豆皮莲花，爱先熬豆皮，加花瓣，等打扫成型，搁落油鼎煎过，花蕊才会天开，上无爱2天的时间才会当完成。因是为日本时代开业，就一直传到今。以前人无物件通食吼，拢会想讲用豆皮来做花，来做猪骹，来去做无共款的物件，因为这是咱的心意，用因有的物件去变物件出来。这几年来愈来愈少啊，因为大部分吼，大家拢敢叫庙人去传啊。较早先人来到遮的时阵，有带来一个信仰，咱一般叫做菜堂，主要人叫斋教。你拜拜的时阵，你家己无食草的，所以咱就委托遮的做豆仔的厂商吼，来帮咱做三星的形吼，也是讲拜拜的形。文书工作者指出，过去中华菜场的信仰振兴，也带动食素食的发展，演变出侪豆仔类的食面。然而，即阵因为大家普渡风俗的习惯改变，加上做豆皮莲花真够工，目前已经真罕咧看。店头家就表示，因会坚持制作，就是希望会当保留这门功夫，嘛要传承在地普渡风俗甲食食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去丹麦。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有一个总铺，伊是骑脚踏车，那骑车游览那煮食。伊的铁马是改装的货运脚踏车，会当配合沿路的景致来变换菜色。脚踏车总部师沃尔夫带这阵爱食的人客开始美食探索的旅程，自哥本哈根的运河边城市风景，一直骑到拢是树林的公园内面，行程真轻松，骑15分钟就会停落。总部师现场煮料理给你吃。这台2公尺长、有加斯罗加冰箱的改装货运脚踏车，是沃尔夫的行动灶卡。今仔日传的是分青乳酪、北欧披萨、海菜烘虾、斯洛巴达和领导，搁来一个欧洲的冰淇淋。It'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dine and also to see Copenhagen. I mean, I've been to Copenhagen many times, but never rode a bicycle and had a glass of wine and eat alongside the water.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Very nice.
沃尔夫捌伫咧伦敦甲日内瓦的高丽青酒店做总铺师，不过伫20年前，因为伊伫咧公园内面烘肉，互人赶，就想出这种行动灶脚的灵感。家己自画煮食甲城市探索相结合，每一项菜拢甲风景相搭配，所有食材甲酒拢是对哥本哈根附近来，摊牌量正少。I design my tours at the same time as I design my menus. So the tour is a part of the menu. So, for example, the dish with fish or shellfish or seaweed typically could be served by the channels of Copenhagen. 这段路程总共骑3公里到5公里，时间4点钟。每一遍休困的时阵，拢有无同的风景会当看，有好食料理会当食。哥本哈根有一条真有名的380公里长的脚踏车道，城市对脚踏车优先，和沃尔夫的行动灶脚正利便。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